嗨，我叫 Sina，然后我扮的角色是肉虎。我是 Steven，我扮的是七海健人。刘建凯，我是如野蔷薇，是一田。斗术回战，对不对？你们今天怎么会想要扮这些角色？对，因为我们超爱看动漫。你们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那个女生毛比较多，所以大概画了2个多小时。你们这件服装是你们租的还是你们自己做的？我们3个是买的，然后他是自己做。这个是自己做的哦 ，handmade。你们买这一套大概花多少钱？从头到脚大概500块。你们是有看出我是谁吗？哥，你们今天扮的是什么？黑白无常。因为你是黑白无常吧？新娘。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扮这个？是要扮中国风的鬼怪。你们打扮这个样子花了大概多久时间2个小时。你们觉得看到最有趣的打扮是什么？哪一个？鸟。那你们觉得台湾的万圣节的气氛怎么样？我觉得国外的应该比较赞，国外的应该算比较恐怖，然后台湾的话应该就是算变装吧。谢谢。Hey guys, what do you dress up tonight? No, just a medieval gnome. I'm Mr. Santa Claus. And what makes you want to dress up like this? I want it to be something unique that no one else is, so yeah. Is this the first time for you guys to be in Taiwan? Yeah. Yeah, same. What is the purpose for you guys to be in Taiwan? Fuck shit up. It shouldn't be on TV. Okay. I think Santa Claus can answer that. Okay, Santa Claus, tell me, what brings you Taiwan? I'm here for exchange studies. 我叫周祥成，然后我今天扮演是精神科医生。我今天超临时，我大概是下午才决定好扮这个，因为我突然想到我有医生，我之前有在做医生工作了。欢迎来台湾学中文。我们是Chili Girl，就是小辣椒，然后我们今天的组合就是国小生跟2个导护妈妈。那你们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办这个？我们要回忆小时候。是你们自己的国小制服？对，你们都没有长大吗？还是？该长的地方有长，但我们没有长进。觉得最特别的打扮是什么？跟你啊？是我吗？你们是第一个就看出我是 Dora 的人。我刚刚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不一样，衣服要不要拉下一点？谢谢你们，拜拜。哎呀对，要给你们的，对，这是要给你们的。来。我今天扮演 Harley Quinn， 在 Suicide Squad 里面的一个角色。我今天就是一个巫婆。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扮演这个角色？在小红书 random 的滑到，大家都在扮 Harley Quinn， 所以我就扮了。那你们打扮成这样大概花了多少的时间？大概3秒钟，虾皮下单加购物车付钱。欢迎来台湾玩。